继续来看台北捷运松山站，昨暝7点外，气氛正紧张。原来是有人用台北捷运的 App 来通报，讲要伫个南京三民站就车展开着攻击。台北捷运唔敢大意，只听伫个松山站，警方马上就车搜查，但是并无发现有状况，确认应该是有人调伫乌白布，迄个乌白布的男子已经互抓起来了。 警察手提盾牌冲入站内进行真调笈。总告柜台爱民众赶紧走。不好意思哦。民众回头紧走，那站内向来真侪警察，站外嘛插满几排的消防车和真侪消防人员。开警车啊，1、2、3。 民众伫咧路口停卡世界上，嘛是唔敢行入捷运站内底。有很多警察，那我就下来，看到那个我可能会坐车到新店接他了。前一阵不是那个中山站嘛，对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对小孩子做捷运有一点点担心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昨暗时7点外，台北捷运接到 APP 的通报，讲有人要伫咧南京三民站上车开始攻击，捷运公司唔敢大意，赶紧将捷运停靠伫咧松山站。 真侪警察嘛随赶到现场搜查，警铃声哭哭弹，警察用上紧的速度赶到捷运站，落尾确认是有人乌白通报，嘛发现这一位陈先生过去有真侪摆乌白通报记录。在今日24日20时15分许在高雄地区将犯嫌具体到案，全案讯后将依恐吓为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根据了解，这一位无头路的陈先生，113年7月就捌伫咧代替高雄站讲要杀人，今年1月恐吓要伫咧台北捷运做同款的代志，想袂到无到7月这过来舞这一出，真侪摆互民众着真惊，甚至浪费社会资源。警察以恐吓公众归案罪重当上班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